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6年2月初7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2篇第1节到第9节，以赛亚书29章13节到16节，马可福音第7章第1节到第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真心。根据着米迦书第6章第8节的经文，先知的提醒，上帝并不是爱咱的奉献。嘛，毋是要爱咱来献祭吼，是爱咱用真心实意来跟对伊，甲伊来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。真心是信仰上基本的要求，基督徒必须爱真心来敬拜上帝，毋是用祭祀，毋是用嘴讲，是用性命来跟对上帝。以赛亚书29章13节到16节，先知的话安尼讲：主讲，这个子民用嘴亲近我，用嘴唇尊敬我，毋过因的心离开我远远，因敬畏我不过是照人留落来的架势。所以我要伫人民的中间做一项奇异佮奇妙的事。因智慧的人的智慧会消无，聪明的人的聪明会消失。惨啊！遐个想要对上主暗藏因的阴谋的人，因伫暗中做代志，讲啥人会看会着咱，啥人会知？恁因颠倒是非，恁要甲小费师傅看做念头是无？受造的剑会当对造伊的讲，你无做我；肥敢会当对小肥的师傅讲，你拢毋捌。真心的信仰是，毋是嘴讲爱上帝，行动确实会这个建立伫读经、祈祷、参加主日礼拜。周间聚会来证明嘴所讲的是真实的。伫福音书中间有一群教条信徒，因并不是真心的相信上帝，跟对上帝，却是用教条来规范人，互人就范。因摕着诫命规范来牵制人，却无真心来跟对主。因为上帝呼召因来互人得到福气，来听人，来活出诫命，因却用诫命做这个束缚来牵制人的这个假设，来想要来控制。亲像马可福音第7章第1节到第8节的记载，安尼讲到有法利赛派的人，甲一寡对耶路撒冷来经学教师，斗阵来找耶稣，因看到耶稣的门徒，有人无用无清气的手，就是无洗手就食饭。原来法利赛派的人甲所有的犹太人，拢接受着祖先的传统，若无照法度洗手，就无食饭。对市场倒来，若无洗手无食。对因阁遵守其他真济传统的规例，亲像洗杯罐铜器甲床铺。所以法利赛派的人甲经学教师就问耶稣：是安怎你的门徒无用无清气的手食饭，违反祖先的传统？耶稣因讲，以赛亚所讲的关系，恁这的假好的人会有言真对。伊安尼写，这个子民用嘴唇尊敬我，因的心却离我远远。因用人的规例做我的架势来架势人，因敬拜我拢无采工。恁竟然放杀上帝的诫命，去接受人的传统。先知以赛亚的时阵就已经指明这种的人的问题，但是因犹原用表面的礼仪来要求人，来批判人，却不是真心来敬拜上帝。咱呢？诗篇112篇第1节到第9节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，
敬畏上主，深深意爱伊改变的这款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子孙伫以色列地已经强盛，正直的人的后代一定受祝福，因为家内充满财富，因的好行为存到永远。正直的人伫黑暗中有光得照因，因有恩惠，有怜悯，有公义。慷慨照人，佮公正处理家己的代志的，这款的人事事顺利。义人绝对袂失败，因永远互人笑脸。歹消息，因拢毋惊，因为心坚定，倚靠上主。因的心自在，拢袂惊吓。最后会看到对着互上主拍线。因慷慨真济善正人，因的好行为存到永远。因的头会当仰悬，受人尊敬。感谢主爱主，呼召阮诚做军队者，用改变来帮助阮活出真实的使命。求主帮助阮用真心来敬拜，用诚心来服侍，用疼心来互人得到利益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